继续来看，民众党的立委李金秀身份的争议继续炭烧，不过因的前主席郭文铁坦白直讲了，讲因民众党家己所做的民调，有超过50%的民众认为中国配偶就算是有身份证，嘛无应该做立委。那民进党今仔日嘛来发布着上新的民调，讲有超过60%的民众认为李金秀无责任。这个李金秀是甲因经体倒转去，讲这个政府参国会多数拢无咧尊重啊，即摆竟然会突然间开始尊重民调。当局对这有什么看法？客门。公部门恐惊要检法院指控民众党中培立委李金秀当选无效。即马这个会继续谈，创党的主席郭文铁家己讲的，连党中央的民调拢显示，多数的人并不认同中培做立委。他说，陆配就算拿到身份证，他也不应当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，然后去做民调呢，50几%是赞成的哦，反对的只有30几%。那所以如果要按照民意，我们应该把李胜秀开除掉，因为继续闹下去，对民众党流血。面对这个民调的结果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嘛承认讲有看过民调，整理好了后会向外界来说明。另外一方面，民众党早起嘛发布针对李金秀立委资格上新的民调，结果显示，所有受访者内底有超过60%认讲李金秀因为国籍争议无适合做立委。其中绿营支持者有超过90%，那南北支持者内底嘛分别有超过30%认为讲无适合。你有任何一个国家除了中华民国以外的双重国籍，你都不能担任公职。立法院应该要主动来将李珍秀的立委的工作来去解职。面对民进党民调的结果，李金秀呛讲，连国会多数拢无尊重的政府，即马雄雄开始尊重民调。看这个办事国际的问题，除了民意以外，恐惊都要行法院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